大家好，我是张雨韶。今仔日我要来讲嘉义县竹崎乡罗满山过去种薰仔的故事。恁敢知影？过去台湾有足侪所在咧种薰仔，而且卖薰的薰楼比即摆的便利商店搁较侪间。当时罗满山嘛是台湾种薰仔重要的产地，也毋过后来因为立法通过薰海防治法，2017年搁停止客座，即摆干那剩一户咧种。即花甲种树仔同款，拢需要足侪人工，所以大人囡仔拢爱总动员。听讲迄时阵，罗满山的囡仔几会晓行路，就开始斗相共种薰仔，实在足辛苦的。一到中秋节，就是放薰斋的时阵，囡仔爱斗排材仔，囥伫大石路好的小土堆边仔，方便大人完成种薰仔的工课。接落来爱晾薰衣，确保薰叶的品质。所以囡仔下课也是放假的时阵，嘛会到薰田内底斗相共。囡仔下课了后，还阁有另外一份工课，就是加土塘，避免伊造成薰叶的伤害。这无简单，来到旧历过年，会当收成薰叶啊。结果囡仔人嘛是无法度休困，就爱斗捡大人收成了后的薰叶。薰叶啊，伫薰楼烘干了后，囡仔搁爱倒拆薰叶，原来过去做囡仔遮尔辛苦，毋知影因感觉去读册较忝，也是伫薰田斗相共较忝。毋管倒是咧，我拢希望讲，我的阿爸阿母莫听到这个故事，以免因就是我，嘛会晓做遮侪代志。好啊，今仔日的故事就先讲到这，希望大家甲我相共，甲这个故事藏伫心内就好，莫互大人知影。咱后摆再会。